一个消防员到日本出世，讲为着要做纪念，就甲消防的衫裤炸出国，就穿这束消防的衫裤来出世。消防局讲，这已经违规了，会依法来处罚这个消防员，上少会记惩戒。快！消防警官哪走哪穿消防衣，秘书要去拍火，结果说来是。消防警官穿全体消防衫甲裤伫出世，消防衣后壁有印台中消防4大字，衫机嘛有印伊的名。影片中的消防警官确实是伫台中消防局上班。根据了解，伊是2月底休困，甲朋友去日本三星馆出世，耍甲真欢喜。不过将袂当炸出分队的消防衫炸去到日本，穿去冰天雪地中出世，并且翕影片，铺上网络讲这款衫穿了真少，防水功能嘛好，不过较适合伫导火所在。是要去救援的时候穿的啊。对啊。大火的时候好。对啊，应该不是去山区那边滑雪的吧？就消防队在用的啊。就打火救灾的时候用的。对啊。不能带出去玩。对啊，不可以啊。消防局依照伊衫机的名，确认这个姓颜的消防人员私底下将这个消防衣炸出国去出世，已经违规啊。原则上，我们的救灾装备就是用于公务，原则上不能够任意的携带工作其他的使用啦。消防局强调讲，消防衣是公有财产，和姓颜的消防队员炸出分队去出世，违规，如果影响到社会观感，将会记新界以上的处分。这个世界的消防人员还未上班，就互处罚，发现讲代志大条啊！嘛，伫伊的 IG 的限时动态回息咧，讲真正无应该为了互家己做一个纪念，就穿消防衣去出世，应该面对的，伊嘛接受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